花莲溪口是国家级重要的蓝地，每一年拢有真侪度假飞来遮，嘛是教会举办赏鸟活动真重要的所在。不过这几年有一寡人为的开发，亲像开民宿，也佮有餐厅等等，这互保育人士烦恼讲，这生态栖地真有可能会受到冲击。去年花莲溪口，你们猜我们这边这一趟可以调查到几种鸟？可以看到几种鸟？猜一下。花莲溪口是重要的野鸟仔的生态地之一。当年10月以后，干亚科有兴趣的候鸟拢伫个花莲溪口报道。野鸟学会嘛会照往例办算鸟仔活动，探访这对江远所在来的朋友。那如果以现在这个冬天来看的话，我们其实比较容易看到像是东湾环景河，它有时候数量可以到300-500只。花莲溪口南岸的岭顶山洲，保安林是望东洲仔白尾星和台湾特有种花蜜的领地。不过因为岭顶山丘的部分是私人的土地，最近民宿、餐厅和沙坡车的业者拢小连传来到这。因为这里也是私人的地，有听说要开发，但是一直都不确定是什么样的案子。然后结果来项目看到的时候，已经是围起工地围篱，已经整地好了，然后挡土墙也做了的状况。里关的业者打算伫海岸边起民宿，但是保育团体烦恼讲，原本的保安林和食物改变了后，对当地的生态有可能会造成影响。它还没施工前，就是一种次生林啊，跟一些那种长草灌种，就是像刚才讲到那个台湾画眉跟一些文鸟、扇蚊，它们很喜欢出没的环境的。那一旦这样的地方被改变啊，被破坏，它回不去之后，那无形中也会减少这个台湾画眉它们可以利用的栖地环境。岭顶山丘是伫花东沿海自然保护区，而且正我花莲溪口国家重要湿地，但并无伫海岸管理法规的海岸保护区的范围内。保育人士希望讲，未来岭顶山丘会当列入海岸保护区的范围，或者伫山海河交界的珍贵生态地会当依法得到应该有的保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